川，老师啊，但你即摆毋着袂阁怀疑宝川改嫁啊吼？小弟实在该死，不应该有这款的想法。唉，若讲你不应该有这个想法吼，这是对啦。啊，若讲该死的是毋免甲安尼啦，因为我即摆发现你哦，都并无变心。天过18年来，我无一天袂记就报出，原来会将伊袂记。啊，若安尼，你即摆打算要安怎？我这时阵想要赶倒转来去中安嫁报川。哈，要回中安咯？啊，你煞去啦！我一个来到西凉吼，我都有听人伫咧讲你娶一个大正公主做某啦，而且你两个翁仔某阁真恩爱，哼，伊敢真是肯放你走？哼，还阁有一个太亲王哦。安怎？伊吼，迄个太亲王命令一个叫做马达的人，甲我掠去问话呢。哼，迄个毋正囝哦，实在是有够戆啦。连我叫做啥物姓名，我嘛无甲伊讲。后来太亲王一个来吼，实在有够威严。迄两粒目睭阁真厉害哦，好亲像一声就去看到我的腹肚来。二哥，你甲伊讲啥物？啊，你放心啦，等二哥也毋是在戆啊啦。我啥物嘛袂甲伊讲，我只干那互伊知影讲我是一个乞食而已啊尔嘛。所以伊阁赏我5两银，才叫人送我出去呢。太亲了。伊是掌握兵权，伊基地且，而且甲对大正公主情深手足，若毋是伊咧，我早就倒转去中原咯。哦，唉，老师啊，甲我即摆货司吼也已经送到位啊啦，应该安怎办？你才家己拍算。我吼也好来走啊，只我也免去待伤久啦。检查唔对啦，叫人发现到吼，总是对你不利的嘛。二哥，你是住伫什么所在？我明仔载派人送物件去互你。咱去食人吼，也无固定的所在啊啦。永暗若是困在水沟仔边，明仔载就旧的银枝卡。等你是要去倒位找我咧？你也毋过，哎呀，我就有才调吼，分饭分来到这个西凉。啊，二哥当然就有才调，搁分转去到中安嘛。你对小弟大恩大德，用小弟日后报答。哎呀，你搁讲这要创啥啦？我只干那希望讲，你若量早早一日转来去中安来去见三地府啊吼，安尼我就心满意足啊啦。老师，无我来去哦。
知啦，我知。乔，我说，哟，你这真爱咧，你不应该啉遐多酒，你若互咱公主跟龙主知影哦，你聊你才怪。伊唔知啊，伊哪会知？我有份无今仔日生的，生一个时阵唔记得讲。我过去我欢喜，我欢喜要啉酒。啊！我得刚来靠近龙主，下龙主，我要做老爸啊！我做老爸，我龙主啊，你刚来伊哦。恁伫讲话，我全部拢听见。江海初次为夫，难怪就伊这么真欢喜。国王也无怪罪，赶紧甲伊插倒转去。下龙主，做老爸，要讲啉吗？要讲啉吗？你真害呢！你若烧酒，你啉醉哦，你逐项拢唔知影。你讲啉吗？呀，你讲啉。主，这是是啊，老主。今仔日为什么你忽然间请查家甲东爷谈一句呀？公主，太轻了，咱先坐再去讲嘛。多谢主。公主，今仔日是10几年前咱成亲的日子，而且太清王是你的堂爷，女童亲兄长，我甲伊同饮几杯，这敢讲不应该吗？应该，应该。公主，你真是想想真周到。既然如此，先就敬龙主公主，愿恁双人白头偕老，永不分离。东爷真是好口才。太清了，国王敬你一杯。多谢龙主，神酒量真低，神酒醉啊，求龙主恩准，我的顾体。当然会用。来，在，送太清王回府，小心伺候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就先顾体。公主，国王敬你一杯。老主，今仔日难得你心情遐尼好，但是我的酒量有限，我会醉。醉，有国王，你惊醉。10几年来，
咱夫妻从来都唔爱分开过，会用讲算是一对美满的夫妻。你讲对唔对？对，对啊，那安尼应该你爱连啉3杯啊。啊？好。公主，你我恩爱18年来，曾经毋捌一日倒来离开，会值得咱这样的庆贺，搁再讲，公主，你毋知捌甲想过，一对真个遮恩爱的夫妻，若是离开，毋知安怎样的不幸。可是，这若是真实的，上遐值得人同情。啊，不过，这款代志永远都袂当发生在咱查家的身上。万一国王若是回转中原，你走袂去，若无阮当兄的灵旗，甲查家的灵钱，根本袂出关。18年来受公主的厚爱，我若是要走，应该爱留下书信一封，求公主原谅才对。出息。
你无罪。酒醉五大事，神一向啉酒，拢是有分寸。主，你夺走我的灵机，莫非是要倒转去中原？无错，18年来，你时常家己一人伫咧碧水湖边徘徊沉思。我就已经摇着，你是甲神同款，伫咧思念某一个人。神所思念的，就是韩素英。玉龙主，你又是伫咧思念什么人？是，龙主为着伊。不顾一切，想尽办法要倒转去中原。可见，这个人对良主一定有真深的恩情。是，伊是我的发妻。下命放高行，阮骂公主是善意，连你之情太悲伤的。要你对我笑，心难忘。可见你毋是负心郎，见车一面说回转。 也本就愿意来成全啊！既然郎主，你并不是一个负心郎，只要你莫辜负我的同意，太阳寺决心要来成全你。提去。 走，这个灵旗是假，这一面灵旗才是真正统帅三军的真灵旗。